经过北区玉德路所结起的餐饮区，就看到排队人潮。这回不是排快筛，而是来自花莲台东知名茶饮店首次进驻台南，民众想要试滋味，有消费者怀念进前所啉的好滋味。我们去台东有喝过，还不错。哎，开店很期待吗？还好啊，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讲才知道。就觉得口味还蛮特别的。哎，还不错。所以你是买哪些？洛神花，因为我们去台东就是喝这个。据了解，该店除了拍出知名度，目前全台包括台南一共有41间分店，嘛是以协助当地小农拍开六星花等物产的通路为号召。该店总经理戚英文亲自坐镇，嘛首次伫台南开放厨房煮六星花，加入中药材秘方，需要控半点钟的画面。除了表示对台南的重视，嘛感谢乡亲的支持。丁哥其实他在台东已经发扬光大很多年了，其实这个品牌已经20周年了。那陆续其实很多县市的朋友都很希望我们可以到各个县市来。那我觉得很荣幸，就是说丁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台南。那我们也觉得我们不负台南人的一个期待，我们在一开幕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回响。那在我们的开幕的前2天，就是到今天是第2天，其实都蛮多的客人就是非常的开心的来到我们现场，然后甚至我们还没开门之前就已经来排队了。应该是说我们丁哥他一直以来我们都是用跟在地小农，就花东的小农的一个契作来做一个饮料的一个结合。比如说我们最有名就是我们的洛神花茶，还有柳橙绿茶，这都是我们的畅销品。那其实在我们这营运的这2天来讲，我们的洛神花卖得非常好。对，那都是我们用台东的洛神花去做熬煮的，非常的天然。那我们的柳橙绿它也是选用台东在地的一个香丁来跟我们的木香绿茶做结合。对，那我觉得这个都深受我们台南的一个乡亲的喜爱。一楼无够适配空间，就客满茶饮的服务人员无严格。另外，往2楼的通道则是手机维修经销品牌，先用资讯博物馆的形式来吸引民众眼光。双方首次与台南合作，希望营造双赢局面。很特别是在台南也有 Q 哥这个品牌，那它是以一个手机3C 的一个牌子，那第一来跟我们的一个茶饮来做一个配合，这样。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台南的 Q 哥就是一起来做一个结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那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这样子。台南虽然是饮料的大本营，有人讲因真勇敢来挑战，不过经营者表示，因只是找无基言利益，对家己的品牌甲产品的成色有满腹的信心，所以试营运以后将恢复上午10点到暗时9点的营业时间。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